極費思量，起初先貪我清楚，戲亦都正常。再要說可以你數你獎賞，找人間星點拼發浪漫大跳廣場，於燭光跟笑意裏談談童年提及理想，吃到侍應生靜靜話仍已打烊。飯後未倦得跟我慢慢重塑定軌架，我可以為你掛斷手機上靈魂對話，怎知道